咱来关心风台，中度风台小犬继续向西边行，挖进咱台湾。伊的暴风圈连面就会吸着咱台湾的陆地。伫这方面的东南部沿海会出现5米以上的光影，也若红头树甲绿岛，也有恒春半岛是会出现强阵风。咱同齐来听气象署伫拄则8:40上新的说明。小犬台风目前还是有中度台风7级风，暴风半径还是250公里。它过去移动速度比较慢，早上8点来到了鹅銮鼻东方大约290公里的海面上。目前预估它的暴风圈即将接触到我们的花东地区啊，即将接触到。而目前发布海上警报区域是台湾东北部海面、东南部海面、巴士海峡、台湾海峡以及东沙岛海面。陆上警报区域则是宜兰以南的地区、南投以及新竹以南的地区。在晚一点的时候，澎湖也可能会进入到陆上警报区域之内。未来仍然是以偏西的方向移动，而在星期4的时候，也通过台东南端陆地到巴士海峡的几率最高。今天一直到星期5，依旧是最接近我们的时候啊。然后今天、明天2天对我们的影响最为的明显。而今天在马祖沿海、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，包括绿岛、兰屿以及恒春半岛，依旧会有长浪的情形。今天在基隆北海岸地区、宜兰地区，还有新北地区以及台北山区、桃园山区会下局部性的大雨，其中在新北的山区以及宜兰会出现局部性的豪雨。而今天晚上开始，我们说花东的降雨会越来越明显。今天晚上开始，花东地区包括绿岛、兰屿、恒春半岛以及屏东的山区，也可能出现大雨或局部性的豪雨。之后，我们看到的降雨形态，也就是随着台风越来越靠近，我们所发布豪雨特报区域会越来越多，所下的雨有些地方像东半部及恒春半岛，就可能到达大豪雨以上的等级降雨。这分别是在台风影响这2天情况之下所出现的天气预报，要提醒大家多多的留意。